2020辛丑年台港野生节罗里门马出巡，伫去年举办出巡陪线观节，安南区各大角头庙纷纷参与，要来共享盛举。最后由12殿蓝天宫被选为驾前先锋官。为了这项9年一次的宗教大事，12殿蓝天宫宋江镇为去年就开始加紧练习，所有的队员唔惊辛苦，就是希望将上好的表现呈现伫大众眼前。22这天，12殿蓝天宫由主委吴顺德率队，率领庙内李干事以及宋江镇兄弟前往罗里门天后宫进行操练开馆，精彩演出吸引大批民众到场观看。妈祖经罗里门天后宫伫辛丑年要这个台港野生节出巡。那么，阮12殿蓝天宫陪选官职来引任驾前先锋官所以伫去年农历的10月7日，阮地方阮就开始招募集训上江镇由阮在地这的子弟国小、国中、高中甲青少年，包括中年，由阮地方这来集训开始操练。今仔日2月初8日，农历2月初8日，阮就是集训操练一个阶段，要前来妈祖经罗里门天后宫遮来来互阮开基马天上神庙加着阮经主，恭请着阮老弟兄爷开基的第5千岁来到着伊罗里门天后宫，要做伙来决定来降压来甲阮这个验收着阮12殿蓝天宫上江镇这一次来参加着阮台港野生节驾前先锋官会当安尼圆满胜利。伫12殿蓝天宫宋江镇队员内底，差不多有9成以上拢是12殿在地人，甚至还有13岁小朋友嘛来参加。伫这个现代社会，囡仔拢爱吹冷气、耍手机的时代，更是难得。你要不要讲一下你们平常练习的状况？平常练习还算可以辛苦是一定要的。一定要。那感觉怎么样？感觉就还不错。平常练习的时候会很累很辛苦，可是也学到很多啊。怎么说？就是可以顺便传承那个庙里面的传统。阮的成员拢在地，年纪上济61岁，上少13岁。阮来组成阮这阵阮传统的上江镇安尼。阮12殿上江镇到这当今有75年的历史，安尼。4月9日到11日举办的辛丑年台港野生节，1连3天的西景活动，预计总共有137间庙宇参与。期间有各式顶头、神将、宋江镇表演。介意宗教文化的朋友，一定袂当错过这9年一届罗里门马出巡的日子。台南新闻赵硕维采访报道。